Hello，日日塔羅歡迎你呀！有伴侶嘅你嚟緊同對方嘅感情狀態會係點呢？權杖八嘅塔羅牌話，你哋對未來嘅方向好一致，亦都有共同一齊去完成緊或者將會完成嘅目標，所以你哋依家嘅關係係好親近，互相激勵成長嘅一個嘅階段嚟噶。幸福卡嘅順住水流，想提醒你嘅係，有時你可能需要放低你嘅個人計劃。臣服於宇宙嘅安排，你或者會得到更加多噶。佢呢度提你嘅係，即使你哋對未來有一個共識都好啦，中間或者會有啲波折，會有啲拗撬，而導致你哋意見不合同爭執。但呢啲都係成長嘅過程，同埋達到理想目標嘅一個過程嚟噶。所以唔好逃避呢啲看似負面嘅嘢，佢都係幫你哋成長好重要嘅環節。要好好面對兩個人關係遇到嘅任何困難同埋挑戰啊！祝福你哋一切順利啊！